今次沾沾懷舊分享呢，就不如介紹下10蚊紙啦。咁不如等我哋由現代嘅10蚊紙講起啦，好冇啊？好啦，呢張呢就係現代嘅10蚊紙，但係當然唔係最新㗎啦，應該又出咗最新版啦。呢張呢就係2007年嘅10蚊紙。咁佢特別嘅地方呢，就係塑膠做嘅啦，就叫膠鈔。咁除咗係特別嘅地方係塑膠做之外呢，呢度呢有個透明嘅窗口咁樣嘅咁係因為塑膠呢先至可以做到呢個，咁有個透明窗口嘅效果啦。咁呢就叫膠鈔。好啦，咁跟住呢就到差唔多，不過係紙做嘅個設計顏色都係一樣。咁不過呢，就由頭先嘅曾俊華簽名呢，就改咗做梁錦松簽名。咁呢呢張呢，就係2003年㗎啦咁呢隻紅色呢，好多香港人都唔中意嘅，同埋個設計都唔係咁靚啦咁呢張銀紙個號碼都有少少特別嘅喎，唔知你留唔留意到呢？578-694有咩咁特別呢？呢個 IQ 題嚟嘅，自己諗下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呢，就到係綠色呢隻啦，冇錯啦，大家好叻啦，一睇就留意到呢嗰個 number 呢就非常之特別嘅喎咁呢張呢就係85年嘅10蚊紙啦咁嗰陣時呢就係呢個匯豐銀行啦，就好中意用呢個綠色啦，當時就做呢個10蚊紙嘅。咁同現代嘅10蚊紙比較呢，嘅大小呢係大啲啲嘅係大啲啲，差唔多係拼埋你先至覺嘅啫，係大咗條邊度啦咁即係話呢，現代嘅10蚊紙都已經縮咗水噶啦，喺嗰個大細上面。咁跟住呢，又再早期啲咯，呢種呢就叫綠屋仔啦，或者叫綠屋啦咁呢就係渣打銀行所出嘅，當時嘅年呢就係1975年啦。咁呢張都仲保存得好新托托嘅咁就背面嗰個公仔呢，就係應該係海運大廈嚟㗎啦咁而個水印呢，就應該係一個羅馬嘅戴咗鋼盔嘅一個士兵，英國士兵啦英國士兵咁樣嘅咁咧呢個就係70幾年時代嘅叫綠屋仔嘅10蚊紙啦。咁又再早啲咯，又再早啲咧就到呢張咧就係73年啦。咁頭先綠屋仔嗰張咧就係75年嘅。咁咧咁我哋又比較下咧個大細咧，就綠屋仔同呢個73年呢個匯豐銀行呢個呢，叫小棉胎啦，呢張咁呢嗰個大細都係差唔多。咁呢張呢匯豐銀行啦，咁當時呢就未用呢個獅子做圖案嘅。咁呢又再早啲咯，又再早啲呢，就係叫做紅鎖匙啦。睇唔睇到有一對鎖匙喺度啊？係渣打銀行嘅。咁呢呢個呢就冇寫個年份，不過根據維基百科所講呢，呢種叫紅鎖匙呢，就應該係59年至70年嘅10蚊紙嚟嘅。咁呢就當時呢種10蚊紙呢，就唔興呢係印上個年份咁樣。咁呢亦都係渣打銀行大廈呢，就做嗰個主要嘅公仔啦。咁呢張呢，就叫做花名叫紅鎖匙嘅10蚊紙好啦，跟住呢張犀利啦，大棉胎啦，好大張嘅呢張大棉胎呢張好大張嘅，係咪真係咁大啊？梗係大啦！我而家咁樣揸住呢，你就唔覺。我攞翻張現代嘅10蚊紙俾你睇下，你就知道當時呢10蚊紙係幾大張啦咁10蚊紙呢，一路嘅 size 呢都係縮水啦譬如我攞張綠屋啦咁咧，大家睇到咧，不同時期嘅10蚊紙嘅嗰個大細咧，係一路係縮水噶啦
咁呢張咧係非常之大張嘅，叫大面胎。咁年份就好早咯嚇，1941年嘅1941年。咁手上面呢張咧係保存得相當之好啦。你諗下41年嘅10蚊紙喎而係冇用，一路保存到而家，咁都係相當之係名貴嘅。好啦，咁今次介紹香港嘅10蚊紙就介紹到咁多啊。咁當然啦，仲有好多嘅10蚊紙咧，我呢度都未搜集到，有啲咧根本就係好貴嘅好昂貴。譬如咧，呢個網頁講呢張係29年嘅渣打銀行嘅10蚊紙，相當罕有啦相當罕有啦。好，介紹到咁多。